本着防疫需要全民团结才有效。不过最近27日呢，应该是敢若爆炸共款出现真济不实，也是无确实、无实在消息。讲咱台湾的疫情已经失控啊，讲社区感染情形真严重，确诊的个案数真济，甚至话讲已经呢死真济人啊。包括攻击政府讲隐瞒疫情，这咱台湾的医护人员全力咧防疫，明明效果真好。想要讲医院有有心人士调工制作，谣言咧伤害咱台湾。当然，经过整理，咱看这无确实、无实在消息有三大共同点，要安怎第一时间发觉？来看今仔日华视拍假特工队。其他的接触者，我们会把它列进来。台湾防疫为政府到民间总动员，要做到滴水不漏。因为社群媒体却出现真济指控台湾疫情失控的消息。讲台南已经释怀骗野，大家要注意安全，吹暗挂好，阁有真济人回应。不过这个图根本就是南韩电影《铁线堂》的画面，国家下面还阁有。讲伊即马有够着急，伊若遐伫台北殡葬处上班站的收到总统府特别命令，伫台北大巨蛋集合，讲要处理肺炎死亡的尸体。因为经过查证，这个都是南韩灾难片的电影，叫《流感》。这攻击台湾防疫文章伫各大社群里流传。我们从 SARS 以来，在台湾任何疫情状况都是非常透明的。医院里面有多于指挥中心所说的个案数的话，绝对藏不住的。这个我们大概也会想说是对岸故意要来骚扰我们的假讯息。这座谣言的手法，除了讲上网络找图，佮讲这个装甲车会溜落来，是因为内面尸体再伤济。过去1个月，共下咧攻击台湾防疫的假消息有够多。这个可以确定就是中国网军弄的吗？应该说迹象看起来是他们做的。它的重点不是说我们相不相信他，而是说借由这种阴谋论不断的散播，让你觉得越来越对政府的不信任加高了。疫情的假消息有三大特征，包括消息的来源不明确，比如讲阮朋友的亲戚讲的，阮老母听官员开讲等等，还有用简体字，也是中国习惯用话。另外主题拢是指责中央暗砍疫情。若受到这款的谣言，爱会记住，唔通转传查证甲查个破，做一个理智的人，嘛使固守台湾防疫的第一线。